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汐止，一台咸咸客运907的公车驶到新台5路甲青山路的交叉路口，看到黄灯无停落来，是直接冲过。当时有2个小朋友准备要过大路，都差1点点尔，就会去公车弄到。 路口的监视器到暗时7点外，车真侪台，民众看车顶准备过大路，不过煞雄雄一台公车冲出来，和本来过大路的囡仔紧停落来。我听到一台公车就是一直按喇叭，那我儿子就跟我说，就是一台公车闯红灯，然后差一点撞到妹妹，真的是生死一瞬间呢。那个如果撞下去的话，就见不到我的小孩了。当时2个小朋友就是要从这里过斑马线，但没有想到左侧突然间出现了一辆公车，完全没有停下来，差一点就要撞上他们。代志发生的所在，就伫咧新北市汐止新台5路和青山路的交叉路口。就算不是上下班的时间，这平常时啊车就真侪台，公车佮驶真凶，看到黄灯无停落来，险啊去弄到要过大路的囡仔。如果不礼让行人的话，处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；那闯红灯是处1800元到5400元的罚款。 警察调监视器咧后续处理，客运业者嘛讲，迄个驾驶是新来的，伊的行为唔对，嘛该处罚。我们公司也要负起责任，所以要重新训练，然后我们就安排今天下午做复训，我们要给他惩处，好严惩，不会记到大过。大台车驶伫路的民众拢爱加注意，佮看一摆这危险的画面，险啊去发生车祸，提醒大家驶车驶伫路的真正莫驶受伤。